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世界壮年运动会。中华职棒有30外个金球星再起来参加着棒球比赛，是周书杰甲高国辉带领的山羊兄弟队，甲高国庆所率领的 Energy 这队来并战。其中，这个周书杰伫第3局演出着外野出接，可惜最后无接到球。结果，互高国辉甲开讲，若个少年军啊会，都一定接袂到。上站嘛，伫棒球帽啊唱加油歌曲，天母棒球场正在进行世壮运35岁以上的比赛，因我是中华职棒体育的明星赛。虽然大家嘴拢讲是来活动筋骨尔，但不过比赛时拢真认真。刚好，哎呦，没接到，士气这么拼。山羊兄弟队的周书杰第3局下半局接这个球，世壮运5大好球，险险啊，对当完成。那这思琪那个滑接啊，对，再年轻个几岁，他一定接得到，真的差一点点。感觉是山羊兄弟队的队友高国辉，今年一天头一件请假参加世壮运的高尔夫项目，这一天是球锤换八蛋。我是想说用切杆的感觉去打那个球。对啊，这几天短杆一直打不好，回家懊恼。山羊兄弟队的对手是活力队，是由统一赛体育的球员为主，虽然讲最后是5比10输去，但不过奋战的精神无输人。还好学弟也争气，邓志伟有跟捕手冲撞了啦，所以最后还是得分了，要不然他少了打点。但那一种的安打，基本上2垒应该是跑回来，所以应该是邓志伟的问题。拉伤还好？没有拉伤，谁说的？有乱七八糟，单脚跳跃跳到1垒。没有，明天我来守好了啦。虽然真热，但不过观众依然未少，会当看到英国职棒的名称风采再现，入场的球迷拢讲有够简单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